行政院伫6月初决定讲，军公教明年要加薪4%，中小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费主管加级拢包括在内。有教师团体是指出讲，导师的工作是真吃力咯，也毋过这部加级只有3000块，嘛已经11档拢无调整咯。即届加薪4%，又搁排除这部加级，这应该爱修正。 各中各小的导师，各项代志都爱管，随时都爱应付家长，也有学生。下班了后，嘛搁爱待命。虽然逐个月有3000块的加级，不过桃园市教育产业工会指出，导师的大头这么重，加级早就无符合比例。其实导师遇到很多问题，动不动就会被送校事会议，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对导师几乎都是很恐惧，做个几年大家就要跑掉。 教师蔡英强表示，108课纲实施了后，导师要指导学生选修课程、管理自主报告，也要面对复杂的升学制度，随时要回答学生甲家长的各种问题，拢无加班费。不过这几档军公教咧加添薪水，却拢将导师费放袂记。如果导师费它是属于薪资的一部分，它有法源，那么它就应该 按照调薪，每次的调薪，它就不应该被忽略。这从11年来，只有呢把导师费终于进步一点，改成职务加级，他没有因为他是职务加级而加薪。加添薪水所拢排除导师的加级，教育团体认为会去冲击到学生的权益，希望教育部会当对各中各小的导师来调整合理的待遇。 安那教育部回应讲，导师甲特殊教育的加级会看教育现场实际状况来检讨修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